望甲我讲清楚，是安怎咧撇你不见呢？因为你想歹啊！我安尼想歹啊，若安尼照毋者，但是期间你要爱的人才，需要啥款的品貌？若是要错我的人线，讲啊，你需要应用埋，应用埋，但红眼，翻红眼，大耳嘴，你的鼻啊，搁爱灵灵灵，甜甜甜，才有爱情。你讲甲安尼是，啊，这个世间上好亲像，敢若是我才有这款的品貌呢。哈？你讲我和爱形容的人，杜比是伫咧讲你吗？对啊，你说我半点无叮当。你伤过水面啊！你自我感觉伤好咯。对呀，你敢知影我为你伫咧被受死啊？